邱文報導。據伊朗國營電視台片段，由星期日起，革命衛隊出動地面部隊同埋直升機進行演習。軍演喺阿茲德省中部沙漠展開，目的係提高陸軍嘅備戰水平，抵禦非中東地區嘅武力威脅。伊朗海軍星期六調派驅逐艦同埋補給艦，通過蘇伊士運河進入距離以色列不過數百公里嘅敘利亞南部港口塔爾圖斯，履行兩國舊年簽訂嘅海事訓練協議，引發以色列軍方關注同埋部署。外界猜測，伊朗聯合敘利亞係為咗利用佢嘅地理優勢，防止建設中嘅核武設施被襲擊。另外，星期日，伊朗當局宣布已經停止向英法兩國出售石油。石油部發言人拉克巴爾話：伊朗有自己嘅石油客戶，喺售油方面唔存在任何問題。伊朗會將石油出售俾新客戶。由於伊朗核計劃引起西方不滿，歐盟1月決定7月1號起停止進口伊朗石油，並對伊朗央行實施制裁，直接引發今次嘅石油禁售。石油係伊朗嘅經濟命脈，其中1/5嘅石油會輸往意大利、希臘為主嘅歐盟國家，英法並非主要嘅出口對象。另一方面，國際原子能機構一批專家由奧地利維也納出發去伊朗，與伊朗官員商討核問題。評論認為，伊朗會喺談判上積極爭取國際社會嘅支持。亞洲電視記者邱敏報導。